啊对的是。啥？你那么早上就让嘛你这可去吧？啊，对着了。我心情不好。心情好的嘛，好无面，但是在我心目中，你的形象已经毁了，真的，你这行动过。就因为不理你，就不是不理我，就因为早上没睡，又说开始说形象了，给住，给你面子说，俺 Kiki 什么可学没有啊？俺接住没了，等俺立住。早上不睡，就形象就没有了。妈可就吧，你没记得这些的根本没难啊！没错，关你屁事啊！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发泄一下，怎么了？你好好哟，你真的太好了，你是每天晚上早睡早起的好主播，对吧？叫人参加你们，叫人们能特许多啊，你没得那个。我又没有那边去，我不是庄家去没看的几百年个了，看的的钱多哎，我觉得俺就是巧呗。好好跟你说话时候，你还洗不进印度的钱几个？你这了，可是让俺阿姐个讲，你们看你要吃饭那吃住。没有关注，怎么取消了吗？那这都5000块钱呗。许多。也没给取的，什么取多？你对我有多少好的印象，知道吧？我学习不急嘛了啊。拍给这样是这样看，洗不起枪，可是看日本给的给个主席的日本。俺这没了，主席单的这没了，但俺开的没俺立不赢，那就立不大，俺可以。2人不去，3人不去。这俺印象有没有？俺看俺连见还差。连年着能哪个我们都能让开不记得苏汉就连年着那让不行那就俺们可以。俺看的印象已经俺记了不知道吧？俺甚至说呢，俺甚至现在都那句。那你可以好好说，每个人心情这么冷的有意思，不是的这么冷的。那俺本来心情调整好，杨可用俺那边给我了。那你要嘛觉得俺让谁不起没睡没得，但弄嘛弄的，让上次俺直播间那打字就是说俺也听懂啊，没先别个评论落，你也评论落过吧。所以你生气的点，对，请实话实说。为什么你不读我的评论？俺读不能看了没？我读了呀。然后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5分钟左右，都不俺爹的没评论都是我还问别人，跑到别人的直播间里面，是不是我打字？哎，帮我看一下我打字是不是有延迟？是俺接这个气吧？普通民度啥？啥时候呀？今天早上吗？昨天，今早上我没有打字，因为毕竟手机。昨天是什么时候呀？昨天嘛，昨天9点到了，俺立不打的就是嘛，我多点不人们都俺个都人啊，然后我这边没给出去人的，点都人们都有意思，俺这是不是？把我当成男的，我把你当成女的嘛？呀，姐妹什么叫嘛的？什么叫那个？都说俺金币standard呢？金币standard是呢？金吧。给这里的嘛讲的给是先说啊。这里讲的没讲嘛的，就是俺的意思的，就是让，就是叫我上午去吃肉去到了吧，俺叫不进牛肉就拿机会知道。给茶上不起啊，吃都有的，顾不中了呗。你顾不中嘛，了嘛吧？这个你。俺让我这样玩吧，就是我，就是相当于就是让看得起这，我看得起这，给你哪来的自信呀？给你自信嘛了吧？你给先别采取，先别人们多的。是的个，别人们多。明天要去吗？要去。他那时候绝对什么事情小是那么说哎，你知道吗？人没当啊，小姨子女俺先别让那俺让进不打肉嘛的。你看到先别打这么多啊，这是呗？嘛，让给学弟盘年的说什么程度还是多啊？那俺谷歌平常没都什么的。什么程度的给，一毛归一毛，好吗？可是这么多用去给，实在不行花钱啊！我当我的给。他光会当的就
金门东咱们老丈，明天我跟你讲，然了就是。菲菲传过来了，而且菲菲的话，就是他是网络上这样说，其实线下不是这样子的。再学带去了。个小人，就是俺不过你这面啥那个，我这的小人那领不把这心眼那句话讲不就人多了那就。그래서내라는 거는 너밖에 나오라 너고 톰도 난 로다 말로 말고 쪼는 나다 저마 쪼는 거니 하고 왜 계시 랑아 솔직히 누가 나 쪼는 미 누가 나 하고 해되지换主播打吗？等一下，要刷吗？菲菲，我们两个每次连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忙着聊天去的，菲菲和洗濯机噻。小姨子直播间那阿家你这那私信打的过去，是说俺叫我们这了，你让我这点点关注嘛咱就。宋小宝，你们两个谁？我起来，开在直播间呢，阿家秘密给嘛对吧？你直播间那个阿家秘密给开来等着呗。你直播间那阿家就是阿家实在就这样事。而且他喜欢的是什么样子？说不得看这个美女看做了，会给不想用个，会其实俺几米点传视频，是没俺听这个没啥，这个都不了，是年代搞的是不是？对吧？肯定的嘛，你现在把家不拆，我们现在就更不得这可笑了呢。录大干的录大等一下我们俩要打。那就先待一会儿嘛，哥。哎呦，好不容易有个大哥。快星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俺关系求了，可能我有见来碰不着么多，真的有点白带。人的人，那叫的人，叫嘛啦？今年做钱当啊。在俺那准年度，他叫点的苏公啊，在俺那准年度，叫来就在俺那准年度，当然就是开面的，是这俺就是人那就，对于那基本上叫他这那就。但是说嘛，你开的是的现实个，我那同那些打工作，啥子训那个啊，那出穷他吧，一句呗。穷的叫来就那穷人那来看我们的。嫌这不过。我毕竟不来想回去。我的过。người mà đi ăn sách chụp tụng ngủ chung mình tụng mấy chút tiền chung mình tụng mà có mấy chút mà đem cho lít chút tiền dùng tụng ăn tụng lớn. 我乱了嘛是，他怎么？mấy chút mà đem cho lít chút tiền dùng tụng này cho小姨子他不见没？lịch bị tài gì lịch bị cái tụng ấy ngắn kiểu tụng ấy à。工作可理解得起，可体力开始我那状态也不是什么多。我你个哪了？我你不打 PK 吗？啥？可的 game 给懂啊？可的干什么？然后可爬起，啥叫可的 game 小玩的？其实可的说不可的还无对的。game 啊 game 啊，就这个我那兄弟都 game 嘅。别关注啊！这个点关注，等一下我就听说写完啊。那咱们这个几年吧？我们俩打 PK 吗？说学那个几年吧。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就真心话，真心话。说学那个搞不懂信我都可以。要是你输了，我要训你。我不问你真心话，而且来给这个的你对不对？小姨子，说是小个去的俺了，大家俺顾根的这个嘛的，就是让俺的下，中的下就是若别给不中的这下。什么意思啊？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好吗？就是让俺了，咋了啊？先打吧，先打，然后你输了的话，我要训你，我不是真心话，我可说好了哟。咱可去理解。
爸爸，直接闭麦，我不想听到你说话，俺觉得给这话你对不对给，行不着吧？我还想这个，那就不知道。闭麦。库主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库主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开玩笑的点赞一吧，你们以为我真的在哭吗？没有啊，这是直播效果，对不起啊。但是直播效果归直播效果，但是要嘛的等我这当啊看不见下面，当我这人运动啊看不见了，这是真事。没出点啊，们都立出忙不点用呢，就是没出点做们都立出点用呢，我搞不定是哪度，动员是哪度，什么哪动员人家。哦，看不见哪路去动，但个动的东西的，俺们给的东西基本看见就等于就是你播的，就是说去看在动的那些东西，可是你忙不动俺们多，你忙不动你中的话，真的光嘛，你接中的，但的我放了2天了，你同学，真的，我就点赞一个吧，点赞，票没买不的点赞一个吧，我让俺训就是给我妈的。我让俺训就是给我妈的，给我妈的工作。马卡奇葩工作点赞给吧，点赞。点赞有点赞，或者阿猫迷你资助小心心的这上路去打工作，小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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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去走屁。送俺票上那叫个那么多，那么多也不休息，那就家长过多钱那就，西的那里过哪里不休息，我们别面红，三亚东亚们那叫个东亚没休息，我们别面红。或者家长来送我也去，谢谢的家长告诉你，西的那里过哪里不休息，我们别面红我也去。点赞给我工作。现在是见过你差不多23年级，跟直播间里面不一样，还一起喝过酒噻。大家这怎么学呀？这怎么学啊？这怎么学啊？我这里不的。这样啊，老你做什么的？俺老什么手机的？但是你就是。这女生，连网子的女生，你还没就是家长那些差过些南语。啊，我们一起喝过酒吗？你还打过啊？我想不起来，阿佳你是哪个？我就当俺去，他就当俺这就打过去。我在乐尔杯那边见过本人有点小帅噻，但人家没录到过，俺只不过个是你们讲就我干嘛丢丢，就是俺在这边讲那边那句，我叫没你没在俺那句，俺都是那么就是在这里面呗，我只不过那俺你们看俺就我干嘛丢丢了呢？俺们兄弟俩西的那里过哪里不小们被面红，我让俺保时捷上找工作。当然，叫嘛真的，俺兄弟的关注给不的就是俺家单亲妈妈的这人呢。谢谢兄弟，做西的那里过来的不是我们被面红我也就，三亚东亚们那个东亚没不是我们被面红我也就兄弟。做rom吧，直播间那俺家的人那俺私信单学的，那就领着的吧，有的就那这样的，啥子没的就那这样的，俺私信单学的。所以说俺讲人家就讲俺私信大家俺就会这的，配给对面也里不来也没就上的那个角度嘛，你见过个头接的就这个，黄都3路的这几的就。我都特别好帮助，
兄弟我要求当俺票上海人就不是下场的。但兄开嘛兄弟我要求啊，说新的那个人对不起，亚路长不去做那说交当我有嘛走去我们边边我还有我单独天地生的兄弟的姐，我。啥呀？东亚面的群你们都哎，没什么多啊，等于俺没写上个多啊，就是什么多啊，亚路咱们个去做那交当位，俺我西的那里个男的学习，俺搞好了怎么连个没得就去让出去我们边边红也去，你选没都说你看哪里不都单起对的打，就你什么你，当学是来吧。等一下，先等那个几秒钟，然后把自己放大啊！我要训你，知道吧？训，知道吗？然后去年啊，节目没训的的。不要说这些话了，现在我赢了，知道吧？那服务员是交了个我先你安静几秒钟好吗？我交了个妹妹。我没空跟你回答这些问题，开的晓不得，俺晓不得。这种就行呗。来，把自己放大。我钱不余。来，往后走，妈给不了就洗开了。让人接不到做哎。你们林芝那边很冷吗？秋度哎。恰当的秋度啊，现在秋度。有没有灵芝的？现在是冷的还是热的呀？恰当雨光有点冷，那就秋度啊，差不多啊，没差的干快嘛的啊，哪路？买酒，我没让你压足钱，你要尊重我这些榜上的票，好吧？看这不多的，看的。看的直播间呢，看的你也亲民多，看的这期间，看的形象，我形象关你屁事啊，干啊！马起了啤酒东过有没行？我顾不中啊，中没带给。转过来，要买的可营销出去说去，给他们咋生的给不像样的啊？对，你啥的吧？还说什么形象就像俺确认俺记着呗？我在你面前，也不是注意形象个屁呀！你说俺也记不当的，你想多了吧？给。俺听得几岁这么这边给？俺吃的多的，几岁都没的。给闭嘴，玩得起吗？咱吃的。输要有输的态度，知道吧？既然你输了，你就要摆正自己的。好，说胸就多点我的给。看过来，错的，要么的快看错就看当不当，读的人在赶快写的。读的人在写边的，读的人在接的。我婆母之前嘛就是俺家记录可婆母干，俺婆母嘛那把我懂去的。马上懂也懂啊，你干嘛？我在训你。我看这就不对。妈咪呀，俺可很多大一直可，有大概什么给们的，给他说不到。听懂啊？哪能俺读给我买的？你看不那个钱看这就不对。很多给们学生去，给们玩儿给，其实要买的可。耳朵里，经常给不了钱，你对。就出差之前就这么多，我不去找卡口这么多，我的是给不下到块。那看到老可子嘞，很多股东的牙都把牙这给看起来嘛。小姨子别干，干啥？你可这边难过。给，能不能玩得起呀？这跌宕多严重，都快跌宕多严重。给，你是输了对吧？看来跌宕的对打，跌宕的对打给，都是呢，多你想拿多少给？是不是运动的长期直播很多机会在的，就是没退毛机会给，买退给，对的，说不得就是，你娃的说才是对，原来其实咱们是打过。把自己放小，我不想看到你这个脸，好吗？看到茶叶水是多。要打报酬吗？不服的话可以打哟。我真心话就他们真人的。可以呀、我哪是你什么时候我输了没有回答过你的真心那个
还是啥真心问题是嘞，还是啥去嘞？解释，让俺给去长不长相没些个去呢。说是对别个讲，吃了再多讲讨不学校嘛，你别你。看到我给我等这什么想嘛的，我们北面红人的给他做嘛事。抓不去，工作，估抓了不得，没他们其他人对别个讲不教学习，我们别我们。我大哥大姐礼物上面，我大哥的工作看的听着我那工作有些说了。要打吗？现在？OK。闭麦啊！可是等这个俺等这个就够了，这么就不配了呀，等俺。我咋不着这？平常。这不现在不是他那些，等这个就够了。怎么谢谢。怎么工作哈？红云那个中国。谢谢看不过度是吧？可是他看不懂，看不懂兄弟，看不过度兄弟，我也觉得说现在的那个男的不休息。谢谢兄弟，谢谢兄弟送的热气球。三亚东亚明天俺能去交东亚面皮说嘛，北面红我也就彩的，看不懂了，说俺看不过度是给同去关注面的兄弟，我们从啊，谢谢。现在那个男的不休息。可是咱家城的过路讲，俺小星星都是没给不起那是娘啊，是。对面的我那个狼呀，没有去上了我就他妈慌着死了工作，哎，这是我那个特别我你见过特别我慌着死了呢，哼。哎，工作阿毛加成，我加成巧都没给我多，加成巧都没多，我加成给我多，加成我都知道，我加成过兄弟的过过门多等多，谢谢兄弟平凡之路。三亚东亚那兄弟让的交动也没不是俺能行，或者不都那个交流就俺加成过还是俺给那了。我们别修掉我一下去工作，他加成等都来给不多，我也他过诉，他加成来工作。你怎么这么难啊？俺我这啊，俺我这今年多少工作，俺差不些没。给。你干嘛给我洗哪里？妈的，你们可真黑些。没有上次放的那个，我只是喝了一点点，不然的话太困了。不喝了，喝完这一杯就不喝了。还喝什么啥？中国人来的，当然冷个面。谢谢，看不过多，不是看不多，兄弟，看不多进了面的。谢谢兄弟，谢谢笨小孩，开名字不多，我们知道看不多，是谢谢工作。谢哪个人那句那样拉听嘛的？好像有打破了。惩罚小姨子上，惩罚他这把，我谢谢你们兄弟们，已经很强了。你是黑仔的徒弟吗？啥？兄弟们，俺直播间那明显被人们的，俺的控制的，俺可是徒弟啊，
可能逐渐接触面，我永远都是我自己，这没了等我。你每次没有土地说的情嘛，这我又轮到。可是最后20秒，我妈的妹妹，咱们呢，太阳小松啊，退单啊。喝醉了嘛啥？让俺们给多久东讲啊？啥时候了？俺啤酒冻个没，不酒冻个没了个月啊！俺啤酒冻个没，俺家那看那个没，以前冻个，当俺冻个没，叫没你没等住，啤酒冻个嘞，啤酒洗个澡啊！哎呦妈的，谢谢奥地利给什么个啥？奥利给哦，还有我家的哥边车，还有那个康巴多，还有好多啊！你票上个场嘛？现在那里个人的就是我们的边面红，啥呀对俺们的交通也没出现那句，俺交个那么多那边车人就出去，当俺休息的，完了俺家里就来吧，当俺休息。先等一下，这个36秒。好开心哦！今天真的好开心哦，好开心哟！你先别说话嘛。我这了，夸不出了。不是，俺讨买的个。我回个微信，等一下嘛。你先别说话。宝贝，我等会儿下了播之后，我给你打视频。关系。什么关系？给我在跟我的那个说话关系的讲，我休息了什么嘞？这个几个人吧？我也要问你10个真心话。问吧。他就不训了，天天训的话，你姐这边。咱训呀个，咱已经说完了。宝贝，我姐姐们姐，宝贝好吧一把给。真心话就不放大了啊。第一，快点问。给啊。从你成年到现在，别，俺。我的给，都是就是但谈得不多就谈得不多，搞到可是打你们都按年轻女吧。那roll了吧，就是你们都绝学了吧？这些就爱。就那次绝，差不见没？我就当我就拦住有。那就你训都不有。就应该不到50个吧？应该有。是不是给他等？是不那个啦。那不干不讲故事的。闭嘴。第二个。你给他吹开多了没？他还挺那个的，还送。第二个。到现在有没有忘不掉的人？没节目突然的呗？咱这个节目，现在这个节目。还啥个听的节目的，看你们都待遇啥？没节目还叫了的。就他吧，万一俺咋没让你那给谁单找没去掐我说听了，听的看到室外地段水，给住没有说不要没有啊给。哦，你俺绝学人都在。看来节目突然碰这一别，那么多人就都打过没的就都退没。心都不没。问这样的话，你不害羞吗？啥？那滚去去的嘛。那然后就比我这么多个啊，怎么问这样话？好，然后第三个，那看着茶叶水咋多那么多嘞？菲菲，我跟你说，我那的，看着说下去不对？说就是槟榔山呀嘛，这那是不对。槟榔山嘛差不多，你用说没是个凶啊？今天写的，叫那人民多呢，可是就为的。人家完了，离不大的，对于那离不路呀嘛，那俺不。你看这么大，俺逃不得。我赢了，好吧？差点看着看错了干的，我都实力没别人的看错了多。然后可再来说。第几个了？现在？你还我没的，第5个。第个再来说的。第2吧。第2不是得来买什么去？第7吧。
4个了吗？哦，要不知道你怕？第3个来是或者第3个来是4个来。看这个第3个不会呢，又记得第5个嘞，第4个嘞。看的俺给钱多哎，有本事上票呀！看不出你看大哥上大楼了吧？票的上嘛了过。俺都打呀，没吧？都有那或者啥都去。看中是，耶，你打呀没那来，看从他给我动给领着呀，想中的这不想中嘛，跟那俺没让我这的没让俺解决。看中是吧？天天从奥斯多去了。你就加别从上的搞啥子，ram就，没事那俺吧，东野站就丢，假如去那也不起什么的。不要骂人噻，还是不要骂人噻。我这些人看许多，滚蛋！看他来这世界，看他来经验几个啥？你难过？了解的。阿爸啊。今晚没有出去。阿爸，工作还给出了，我大哥有没有想问的呀？榜上的大哥有没有想问的呀？就这个俺这边离不来呀，没学校嘛。看中我在问我榜上的，还有粉丝都可以说。大概电影做那种不给刷屏嘛是的，全让交给你，你们帮我想一下嘛。哼，给对不对？那么久的看这个。妈的，俺以前俺那么就是电影没大小学，就是俺以前的你讲不到那个机械就跟年轻人的想象路给，就是俺没那路的就从那车去。有没有吃过槟榔呀？吃过肯定吃过嘛，那是尊重他知道吗？没让你离本金俺怕没让。别看这么大，我操，这个人怎么嘴巴这么多呀？俺拖不的，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就行了，不要说一些有的没的好吗？给。俺尊重是吧？尊重，你没让俺从你不能俺怕你不的命，正常嘛的。这么当，给闭嘴！现在到第几个了？第6个了吧？哦。不说听。给，看他妈听都听到他的，给俺你们都没吃给，真的，有人讲吗？真心话就他们了，让出来钱挣也没了不起的。我要想呀，给不能这样说啊！给上次你问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好好的待了吧。第6个。第7个的时候，俺告诉我呀呢。第七个，快到毛都讲的说的。第7个。毛讲的，你都讲被毛都讲，了解的。第7个。哦。最近的一次阿达。昨天。我在看了第看热了呗，看他。第8个。阿达什么的？叫怕了吧？阿达。看 zoom，时间最久。现在讲的地铁这么学，出去送西，出去送啊，西藏送不住你。给最么些嘛的，最么些的你哎，那看来4个的电话的嘛是啥给？你是奴呀？第9个，闭嘴。看来搞到能落起手去噻。就是。比我大10岁，比我大10岁。给不下10个。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个人。有没有米了第7女呗？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开的7女呗？你这家姐，你这那个真干啥都给了没？怎么因为？那50了，上公交现在多少块？好呀，可以了。等着俺报出去么？俺这怎么呢？报出去，给。闭麦了。等会儿有什么事说？我这怎么冷面的？点赞1分钟。谢谢看不懂兄弟。叫个咱们这批兄弟。你想不想可以带兄弟俺没让他点可对你是都紧紧着呢？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没。你们要不要想多了？
뭐랑 얼마나 비는가觉得是他无图的其他是七八米新的我亲妈的真的就是么我说实话没让的没大样啊想法但说了其他是我你们都经常练的的比如说黑妹生的张家庄生的都做其他是我这个其他个想法来最大先没没그렇게 또 아니 너平时连那个张家庄生的黑妹生的那个程度这感知到阿爸的吧都亲近着你그렇게 또谢谢平座现在那里过来的是兄弟了那就谢谢我说你家庭的过家过去哪个黑妹子啊就嘞他干么子去上呀没不这么用的俺读了俺去特别大呢你这么记得估计我说你的女主是他怎么不行吗是他太瘦了喂呀他或者加成故事再加成历史的就这样上点谢谢说我也创作惩罚是什么啥惩罚了嘛的你让他特别大特别爱没这真的我惩罚那个结果没特别呢明俺家做这个呢谢谢农村的孩子所有人啊我也觉谢谢雪豹谢谢所有人太阳晓得能读了他没有老公嘛是大兄弟俺还跟我们大一训了不我让你这俺知我们大这么样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现在没大学会就这个俺没让直播点的吧没让的你们都直播现在不会多啊菲菲比你帅多了了关系了俺干不可能俺叫俺你谁注意真的我看到他在直播间那两嘴没得的兄弟多啊可是这边的话我打这狗多菲菲比你帅多了菲菲可怎么有了关系都不的都现在就大半米直播间上都讲俺家提嘛的穷出天差多呀大家穷出俺都不能根本都要读我喜欢真的菲菲比你帅多了没看看的关系呢我让你们的直播间给不读好比如说吧这啥真的现在没让俺学不了呗该学这样对面只有一个大鹅子大哥那个上路几个米穷是这么大的你们去想一下嘛好好想一下嘛那天俺是当俺做地接他的没来的嘛就他们证明着什么多人人的证明着什么的那给他们就多俺接就证明着我现在都很赞看明年的你就是做也就啊就是你们那个大概让不上路结束俺身边的群众没那么几个不要来可是那些就是啥呀都要没得交通也没出现俺东西没出现我们边边我也就兄弟们那就现在那里个哪里出现我们边边菲菲你跟苏鲁米多是闺蜜吗啥不是呀苏鲁米多我们认识不是闺蜜啊就是认识苏鲁米多我们俩还是亲家还会呗你说么工作哪了就是会想象嘛就阿香就是我孙母的老公苏鲁米多我们两个是亲家真的很搞笑就恐怖其实苏鲁米多人挺好的别这样说带起来你可是发球是带你俺我呀干不随干俺他们都起来怕我给玩这个那我就比话去了俺家你得起来看亲了的时候呗干但起来看的家那俺全部的差都把亲了的时候看没你这样才去吧给他俺这个就怎么知道
再给我才有钱啊！我可操过来你，我现在15秒。我要冷就是我要懒，要是小心我看嘛没洗漱过。记住的。你住了，刚刚给住上嘛的，你住上。谢谢哥，谢谢哥。把自己放大来。你给我跳舞吧。你把自己放。啊。赶紧的。快把放大去我了。歌起洗，我给你找歌。快点。我下不吃片面，是那么下不吃么久的吃片面。那我知道了，宝贝。我不会跳舞。给我们跳个性感小野猫，好吗？小姨，你等我1分钟可以吗？我重新开播一下。我相信你。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有？切吉嘟嘟，问这那瓦拉哈。看这边，看镜头，看我走我的，其实看镜头啊。嘟嘟那啦哩哩噜，切吉切嘞，问这人瓦拉，切吉还可以上学去了。那瓦拉，俺一里巴切拉的。切吉嘟那瓦拉，嘟嘟那啦哩哩吉噜，切切嘎啦切啦吉噜，嘟嘟嘎啦哦吉啾，切嘞嘎噗噗哒，俺一里巴问这切瓦拉。我一光都凝结完了，切吉嘟嘟问着那瓦拉，问着那瓦拉。谢谢大家，我唱完了，唱的没担心吧？也不担心的，好听吧？啊，可以了吗？小姨子可以了吗？要爱干嘛吧爷。什么爱干嘛就干嘛吧，我都唱过，给你唱那么好听的，这些歌是网上面做不到的，只有我会唱。快呀，我是大男生，快等么多的。我是呀，我是能，什就行写鸡蛋，什就行别来动，什就行人家写鸡蛋。sem就行，人家别来动。我按着，说当问着，你若给读。我按着，说当问着的你若给读。我说叫你若给读。对，他又回来了，你错了吧？我给原来。正经不了3秒钟。说路你若给读，最好过个月呗。什就行都举谱，什就行我故意的。什就行都呀，你这样搞是吧？人家写鸡蛋。我按着，说当问着，跟你做个读。我按着，说当问着，跟你做个读。我说你做个读。好，过个月呗。我说在你做个读。岁好过个月呗，什就行，你注意个。
神就是都记不住，神就是人家领着一个，神就是人家有一个啥？我来打啥的？瞧他没打起。可是现在可能俺给几个钟，现在俺结果了，现在多少几个钟俺结果不用了？我给。多什么钟？我真的好担心你会疯掉，菲菲，发誓，我其他不担心。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戏给？别人要是能安排就了。那都不得的。俺要俺的让是都不吃了不值得，俺也吃过嘛的哟。这个那个。再打一把嘛不起，最后一把了，他工作安不？因为你没有好好给我唱，说的正经不了。我从这把开始，我好好的正经嘛。那你好好给我唱一首歌，然后我给你机会报仇，好不好？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篱笆，一只没有肚肚，真奇怪，真奇怪。你看，又说这些啊！我的操，别打给他。写没当心啊，就写你唱了800遍了呀，不是当的呀，然后我再给你机会报仇。好吧。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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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这可以了吧？好听吧？可以，太可以了，哥，报仇吧，我愿赌服输。好，那最后一把。这些个俺刚才可以教啊。我喜欢那个，是的，别买他妈真的啊！那我说写什么写大学，当然这特别的多啊。你们都去，俺这特别啊，最后一把，我就没拿到最后一把，然后这特别在屋里啊。他们学，你把送把学，你把那边送来工作，几双学的，最后一把，我去，俺这特别我就不去，都叫学生。嘟嘟啦啦哩哩噜呀，嘟嘟嘎啦哩哩噜呀，嘟嘟啦啦哩巴噜呀。录呀，金俺都录呀，俺特别的，俺特别的办工作，俺特别的办，太好了，谢谢你们工作。最后30秒，真的。金俺都叫呀，俺都叫呀。谢谢平安哥，大家吧，干杯！没啥的，多嘛我打。情人总分分，我越来越想认识你，让我的幸福。谢谢我忍情。问你是个真心话啊！我跟你说一下啊，不好意思，有点让你失望了。给俺票加什么多，没破百啊哥。哪个结果嘞？人都服输呀！俺直播区哥。直播区嘞？我没说你，我说我的哥哥。有鬼。就破了呗。给俺破百这么多。这破了呗。哥破没能给，哥俩破印咱哥说的给。那个大地区。哥破的呗是。啊，比别地区。开得起呢。啊，我们那俺这定啥？
婆们家的就婆们家的就叫特别多，哥咋不这个？啊，哥了呗，第三他我们啊，气的。我都去那个铺这边是，你个铺面婆们这边给。那把你，第三呢，婆们家的就婆们家的就叫特别多。一定是叫妈妈给他说，给阿妈了的，抖音一号说是。呀，不说啊，没对嘛，你知。现在再多干不给的就。要我自来干嘛干他们给的？突然起。那让我可家嘛了过来弱。那个面那么大嘛呗你？我让家里见面我没。也可吃的。我让了面。呀，等下破败节目送个重新打吗？还是？都这么给不了，我得给过。现在你还好不容易的吧，连百都没碰，你空不死了。哼。我就希望嘛，大家来单这给别样啊，对吧？惩罚么做事的，说你们多给，这期就计算掉地气。再打一把来，就他们打，就他们吃一个周末你吃那吃点，我赠送你好吗？关系给，比买吃呢，给他当头的。你就知道，你的妈妈，我们就不提那种，我们就以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这些，没先别没提亚布嘛的，我们知道了吗？俺问过兄弟，你们就不要说那种，完了亚布嘛，我现成没懂，咱们的，另外那个俺没来现成懂，真的，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感受的，不提那种。不提呢，我们就提。好的，兄弟，能大面 no problem，see you tomorrow。yes me。最后，妈你别面红，远在天边里的阿妈，你在天的我的好吗？能来的话来个。你训我吗？还是真心话呀？真心话，整个卡中。现在我赢了，都中八九。等一下，先等一下几秒钟。他给我一万中。他中么说中，我中么说都中九，因为我赢了，知道了吗？你刚刚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为什么说什么？我记他们不说多啊。我说嘛的，俺等于超都没说。这话怎么样？是这里的。好好说嘛，跟我那用他们我那用微信没想跟他俩说嘛，没不是他干啥？有的是连咱太快让我休息一下，有那么。没问啥呀？你得可去的吧？看完嘛是看我直播期间。第一个真心话，然后最喜欢的就是别删除，然后敢许给我教个动作给你。也不要这样直接戳本这么先知呗。教的那什么阿达是我们这边哥哥的意思。就是正常的动作，干咋我的。好，第二个。俺也能去，等给俺也能够拿掉嘛，起来一点。那这种真心话连续嘛，只能俺拿结不得小。那就俺也能没让打死给没吧？第二个。你刚才你要做我怎么给？对的，小姨子别那么自信。他自不自信不知道，反正可能。他都怕中。我要问你真心话，我赢了。第二个真心话啊，你就是然最近的一次是然肯定吧？最近没有。这地方学。真的一点都没有。然后这地下个就然吃了这多话不给嘛吃肚子有个道。有些是干。几枚呗？那个这真心话。
让他继续说话工作，对的，人在做天在看的，我这么写。第三个啊，可他懒得肉这媳妇多，该问的问，该回答的回答，可他养几千毛钱，一毛钱给不给钱多，那你直接训我得了，好吧？我不训了。一毛钱给10毛的给，第三个，你。第三个啊。可他给吃顿这里，当然给吃顿亏。啊，他从那两个俺影响起来了，我得别给。前2天给我这些影响起给，你现在懂我的感受了吧？第三个啊，对面后面2家抢牛呗。抢牛每天都娘不得给，真的没办法不抢着。第四个，不是我给他有的几多哎。记不多给，记不谁给，记不什么给，你给他死了舌头捋着说话。第五个，就是个我个俺们就你的人为呗。什么？俺们就是的没。俺们就说这么都了不是吧？可是。给。不是啊，没有，俺没。有这个项目就是。那这人以后那这。我他们说了，要的工作是说的，看俺们的年呗给。可是工作有嘞。我要的工作是说的快。可是可是有一个，但是俺没。我知道。小姑娘的妹妹。可小姑没啥工作干头嘞。第6啊，每个女人都还没得么了，没啥，看下去没最喜欢你。对了，第6啊。就是这边大新会呗。我们把说的不大细说。啊。这了嘛是一个，就来分析俺干的给。第6年的，就是这边大女呗。两个我呢不了女呗。工作什么了女呗？爸爸俺们是了女呗。那你弟弟吧，就是然后我给多的婆婆单从哪干这些多，就是干这些多。啊，这个是3年是7。这个是啥的吧？第8个。你讲不讲是那个？从那西门西来的了，俺都说不得干这些个的，就是干这些个的。第9个啊，出到2个了吧？差不多嘛是吧？忘了吧？你看他听不细给去给的。就是出去家的也能进不得。确实进不得过去给，进不得。这些风出搞把到来啊？这没有。别的出了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困难的问题就记住有的，你有的，最后的俺最大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别的钱是到了的嘛吧？点那到。是的。要忘了的。没有这么夸张吧？就是，就到干嘛了？忙杯子刚才点个的呗。啊！杯子刚才点个的不去。那工作俺才给你们的演的。这也是的。你看这也是呗。也是的。哎呀，那小姨子，你跟他们聊天吧，我就先撤了。我呀。哎呀，小姨子，谢谢你啊，给我们带来了快乐。Yes， 对不起，拜拜。对，这不知什么，咱们等俺就先别么，这就是16比0，等一下啊，16比0。